有一種人一邊用你，一邊踩你。從佛學角度睇清呢種人嘅真面目。第一章，你有冇遇過呢種人？佢一邊用你，一邊踩你。佢需要你嘅能力，但從來唔承認你嘅價值。佢享用你嘅成果，但轉頭就貶低你嘅付出。佢依賴你，卻將你踩到貼地。因為用你唔使成本而否定你，先至可以榨取得更多。呢種關係最恐怖嘅地方係，你越懂事，佢越覺得你應份；你越付出，佢越覺得你抵死。可能你睇到呢度，已經諗起某個人，或者你而家正正身處喺一段咁嘅關係入面，想走又走唔出。嗰個人可能係你上司、你伴侶、你屋企人，甚至係一個你一直以為對你好好嘅朋友。佢哋口口聲聲話需要你，但行為上一直貶低你。佢哋從來冇真正肯定過你。但當你真係想走嘅時候，佢又會突然溫柔翻，好似俾你唞下氣，等你恢復翻少少，然後又一腳踩落嚟。呢種循環唔係偶然，唔係誤會，更加唔係因為佢唔識得表達愛。呢個係一個刻意嘅結構，一種不自覺但精準嘅操控。佢需要你留喺原位，需要你保持可用，所以佢用壓抑嚟維持你嘅自我懷疑，用間中嘅恩惠嚟維持你嘅幻想，再用你嘅善良嚟綁住你。華嚴經話：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一個人嘅念頭同用心會化成言語同行為，最終鑄成不可逆轉嘅人生軌跡。呢句話唔單止講因果不虛，亦講出一個人嘅心念如果長期扭曲，佢嘅人生就會被困喺呢種扭曲入面，走唔出嚟。佛教將人嘅苦歸納為三毒：貪、嗔、癡。而呢種一邊用你，一邊踩你嘅人，正好三毒俱全。佢貪你嘅資源同付出，佢親你嘅才華同價值，佢痴迷於控制同比較。呢三股力量同時喺佢內心燃燒，令佢離唔開你，又冇辦法真心對你好。佢係一個被自己內心折磨到筋疲力竭嘅人，只係佢將呢種折磨轉移咗落你身上。呢篇文章我會從佛學角度徹底拆解呢種人嘅真面目，以及佢背後嘅因果業報。更重要嘅係，我會話俾你知，面對呢種人，我哋應該點做。佛教有4種最實際、最有力量嘅智慧，唔係叫你忍受，亦唔係叫你報復，而係教你點樣完整咁將自己帶翻出嚟，將被消耗嘅能量收回嚟。第二章，呢種人點解會咁？背後嘅因果拆解。喺講故事之前，我想先同你拆解一個核心問題：呢種人點解會咁樣？佛教入面成日提到一個詞，我執。簡單講就係執着自己嘅存在、自己嘅利益、自己嘅地位。一個我執心重嘅人，佢睇世界嘅方式係以自我為中心，其他人只係呢個系統入面嘅棋子，有用就用，冇用就丟，從來唔會將對方當成一個完整嘅人去尊重。同我執並行嘅係傲慢，呢種傲慢唔係驕傲，而係一種內心空虛、缺乏內在穩定所產生嘅優越感。正因為內心唔安穩，先需要不斷抬高自己，而最快抬高自己嘅方法就係貶低身邊嘅人。你越優秀，對佢嘅威脅越大，佢越害怕被比下去，就越需要喺外面壓低你，令你保持喺一個低於佢嘅位置，咁樣佢先安心。呢個就係佢既要你又要壓你嘅原因。要你係因為你有能力，壓你係因為你嘅能力令佢不安。佢唔敢令你太強，但又唔捨得冇咗你嘅價值。呢種矛盾注定令佢永遠處於內心拉扯嘅狀態，又想留住你，又想控制你。喺享受你帶嚟嘅利益嘅同時，又妒忌你嘅光芒。呢個背後仲有第三股力量，嗔。佛教講嘅嗔唔單止係憤怒，妒忌都係嗔嘅一種表現。妒忌就係見到別人好，自己心裏面痛；見到別人弱，自己先舒服。呢種心理狀態令佢冇辦法真心為你高興。你越成長，佢越痛苦，佢就越要諗辦法阻止你成長。佛教將呢啲行為清清楚楚咁歸類為3種業：身業、剝削、控制、排斥、孤立、口業、貶低、嘲諷、散播謠言、打壓、意業、妒忌、怨恨、傲慢、算計。呢3種業同時造作，
就好似三條引線同時燃燒，而呢三條引線都通向同一個結局。第3章佛學故事。廚師阿明與餐廳老闆趙國棟。話說喺一個繁華嘅城市角落，有一條出名嘅食街，街尾有一間小餐館，名叫嘉味小廚。餐館唔大，但生意唔錯，因為佢哋有一個好出色嘅廚師。阿明。阿明出身窮苦，10幾歲就入行學廚。佢可以將最普通嘅食材變成令人驚艷嘅菜式。佢最叻嘅係煲湯，一碗普通嘅老火湯，經佢手處理之後，味道濃郁得來又清澈，飲過嘅客人都讚不絕口。餐館嘅老闆叫趙國棟。趙國棟本身唔識煮食，但佢好識做生意。佢睇中阿明嘅手藝，用高薪請佢嚟做主廚，仲口頭承諾將來會分股份俾阿明。阿明好感激，覺得自己遇到伯樂，將全部心血投入餐館。但隨住餐館生意越嚟越好，趙國棟對阿明嘅態度開始改變。以前佢會入廚房同阿明傾偈，後來好少再入去，就算入去都係檢查阿明有冇浪費食材。有一次，阿明研發咗一道新菜，佢試咗10幾次，終於調出滿意嘅味道。佢捧出去俾趙國棟試食，趙國棟食咗一啖，話都 OK 嘅，不過我覺得你上次嗰個版本仲好食啲。阿明呆咗，佢上次嘅版本根本就係失敗嘅，但阿明冇出聲，佢以為自己嘅味覺有問題。類似嘅情況越來越多，每當有客人稱讚阿明嘅手藝，趙國棟就會若無其事咁話，佢都係跟足我嘅配方咋，冇咩特別，或者佢做咗咁多年，熟能生巧啫，換第二個都做到。阿明聽到心裏面好唔舒服，但佢唔知點回應。更令阿明困擾嘅係薪酬問題。餐館生意額年年上升，但阿明嘅人工幾年都冇加過。佢鼓起勇氣同趙國棟傾，趙國棟每次都有一套說辭。你睇下，今年市道幾差，你唔好淨係睇自己嘅付出，你要諗下我承擔幾大風險，等生意再好啲，一定唔會虧待你。每次傾完，阿明都覺得自己好似好自私。有一日，一位知名美食家微服私訪，食完阿明嘅菜之後，大為驚艷。喺專欄入面大篇幅介紹嘉味小廚，特別點名讚賞那位唔知名嘅大廚手藝非凡。呢篇報道一出，餐館即刻爆紅。趙國棟表面上好開心，但私底下開始焦慮，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阿明先係餐館嘅靈魂。冇幾耐之後，廚房入面開始傳出奇怪嘅閒言閒語。有人話阿明成日偷食貴價食材，有人話佢諗住跳槽，仲有人話佢私下收客人紅包。阿明去同趙國棟解釋，趙國棟拍拍佢膊頭，話：我知你唔係咁嘅人，不過人言可畏，你以後小心啲啦。阿明唔知道嘅係呢啲謠言嘅源頭，正正就係趙國棟做嘅。阿明嘅精神狀態開始下滑，佢失眠，冇胃口。以前佢好享受煮食，但而家每次企喺灶前，都覺得有一種無形嘅壓力壓住佢。有一日收工之後，阿明一個人行到海旁，遇到一個喺海旁散步嘅老居士。阿明將自己嘅遭遇講晒出嚟。老居士聽完之後，問咗佢一個問題：你覺得佢踩你係因為你做得唔好，定係因為你做得太好？阿明諗咗好耐，答唔出。老居士話：一棵樹生得越高，就越容易招風。風吹佢唔係因為佢生得歪，而係因為佢生得高。你嘅問題唔係你做得唔好，而係你做得太好，好到令佢驚。佢用你係因為你有用，佢踩你係因為你有光。一個內心黑暗嘅人，最怕嘅唔係黑暗，而係有人喺佢身邊發光。阿明問：咁我應該點做？老居士話：你唔需要同佢鬥，亦唔需要證明自己清白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將你嘅光帶走去屬於你嘅地方。阿明返到屋企，諗咗成晚。第二日，佢遞咗辭職信。趙國棟用盡方法挽留，話會加人工，話會分股份，話之前所有嘢都係誤會。但阿明呢次冇再心軟，客客氣氣咁多謝趙國棟多年嘅栽培，然後收拾好自己嘅刀具，離開咗嘉味小廚。之後，阿明用積蓄去咗一趟旅行，俾自己沉澱。翻嚟之後，佢喺一條小巷入面租咗一個好細嘅鋪位，開咗一間只做外賣嘅小店。阿明燉湯，佢唔做複雜嘅菜式，
只係每日煲一款湯，限量供應，賣完就收工。神奇嘅事發生咗，以前家味小廚嘅熟客一個一個嚟幫襯佢，佢哋話以前去家味小廚就係為咗飲你碗湯，而家你唔喺度，嗰啲湯完全唔同味。口碑越傳越遠，傳媒再次嚟採訪，阿明嘅收入比以前多咗3倍，而趙國棟嗰邊家味小廚嘅生意一落千丈。佢換咗幾個廚師，但冇一個做到阿明嘅水準。以前嘅熟客一個一個流失，趙國棟嘗試用減價嚟留客，但越減越蝕。半年之後，家味小廚嘅招牌拆咗，換成另一間茶餐廳。有一日，趙國棟喺街口遇到阿明。阿明啱啱收工，手裏拎住一壺湯，準備拎返屋企俾屋企人飲。佢見到趙國棟，微笑咁點咗一下頭，冇停低腳步，繼續行。趙國棟企喺原地，望住阿明嘅背影，越行越遠。佢發現阿明已經完全唔需要佢，亦完全唔恨佢，而佢自己仲停留喺嗰個機關算盡嘅廢墟入面，一步都行唔到出去。第4章，點解受害者越陷越深，而唔係越嚟越清醒？好多人唔知道嘅一點係，呢種關係之所以令受害者越嚟越迷失，而唔係越嚟越清醒，係因為呢種打壓好多時候唔係直接攻擊，而係一種持續嘅溫水煮蛙式嘅暗示。你唔夠好，你需要佢，冇咗佢你會更差。呢啲暗示日積月累，會靜靜咁變成你對自己嘅認知。你開始相信佢係真嘅，開始用佢嘅眼光嚟評價自己，開始喺佢嘅否定入面揾自己嘅問題。呢個就係佛教所講嘅無明，唔係冇智慧，而係智慧被遮蔽咗。你本來係清醒嘅，你知道自己嘅價值，但嗰份清醒被逐漸遮蓋。你以為自己越嚟越清醒，但其實越嚟越被困喺佢設定嘅框架入面。清醒係重新睇到嗰層遮蓋，重新拎翻自己嘅目光。第5章，呢種人嘅果報，現世報與後世報。佛教講因果，從來唔係一種安慰，而係一種精準嘅描述。因必生果，業必受報，唔係唔報，時候未到。但係《寶積經》入面有一段講因果最透徹嘅經文：假使經百劫，所作業不忘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即係話，就算過咗8000萬年，你做過嘅業唔會消失。等到條件成熟嗰陣，果報一樣翻你自己身上。你想害人，最終都係害翻自己；你想種善，最終都係善歸己身。你以為你喺度損人，其實所有業力最終都會翻到自己身上。無人能夠代替你承受，亦無人能夠幫你刪走。呢個世界上呢啲人要付出嘅代價，往往比佢哋想象中更快、更徹底咁到來。佢哋越算計越自私，福德就消耗得越快。佛教講嘅福德就係一個人嘅貴人運、機會運、人緣運嘅總和。一個不斷損人利己嘅人，佢嘅真面目會逐漸被身邊人睇穿，身邊人會開始疏遠佢，唔再願意為佢付出。本來可以幫到佢嘅人，一個一個離開佢，剩低嘅只係同樣算計、互相防備嘅人。故事入面，趙國棟嘅餐館衰落，唔係因為運氣唔好，而係因為佢一次又一次嘅算計，趕走咗真正有本事嘅人，傷害咗真正對佢好嘅人，到最後只剩一個空殼。佛經喺更深層次嘅因果上講得非常清楚，妒忌、嗔恨、自私，呢啲係極為嚴重嘅惡業，佢哋嘅果報遠遠唔止一世。地藏菩薩本願經詳細描述咗因為嗔恨、算計而導致嘅種種苦報。呢個唔係恐嚇，而係對因果結構嘅如實陳述。但有一個極其重要嘅點，因果唔係宿命，係可以改變嘅。佛教從來冇話任何人注定要受苦。佛教話，如果你繼續行呢條路，你就會去到嗰個地方。但如果你願意停落嚟，轉身，條路係可以改變噶。只係好多人行得太遠，已經唔知自己喺邊。呢個先係真正嘅悲劇。第6章，你該如何面對4種佛學智慧？講咗咁多關於佢嘅嘢，而家要講最重要嘅部分，你應該點做？佛教唔教人以怨報怨，亦唔教人報復，因為咁做只會將你都拉入同一個泥沼。佢俾你4種完全不同嘅智慧，每一種都比報復更有力量。第一招，看清真相。我哋受傷嘅時候，好容易將對方放大成一個惡魔，或者相反，
將佢放大成一個你離唔開嘅人，但佛教俾你一個視覺，將佢還原成佢本來嘅樣子，一個被貪、嗔、痴束縛嘅眾生。佢唔係天生要嚟害你，佢只係被自己內心嘅恐懼、自卑、妒忌所控制。佢唔快樂，佢唔自由，佢其實比你更可憐，因為嗰啲煩惱日日夜夜喺度燃燒，冇一刻真正安寧。當你睇到呢一點，你對佢嘅恨意會開始減退，唔係因為你原諒咗佢做嘅事，而係因為你睇到咗佢點解會咁做。你唔再需要用恨嚟解釋一切，睇清真相係解脫嘅第一步。第二招，心不隨境轉。佛教有一句說話：境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。外在嘅環境本身冇所謂好同壞，你話佢好定壞係你個心賦予佢嘅意義。佢打壓你，佢貶低你，呢個係佢嘅選擇。但呢啲說話會唔會喺你心裏面生根，係你嘅選擇。你只需要練習一件事，喺嗰啲說話刺入你心嘅時候，停一秒，問自己一句：呢個係事實定係佢需要？呢個係事實。佢話你唔夠好，呢個係佢嘅判斷，唔係事實。你越能夠將佢對你嘅定義同你對自己嘅認知分開，你就越唔容易被佢影響。第三招，遠離、止損、斷捨離。好多人喺呢種關係入面留得太耐，其中一個最常見嘅原因係唔捨得嗰啲偶爾嘅溫柔，唔捨得自己投入咗嘅時間精力，唔捨得或者佢會變嘅幻想。但佛教講得好清楚，親近善知識，遠離惡知識。如果你長期身處一個壓抑你、貶低你、消耗你嘅環境，你嘅心態、你嘅眼界、你嘅自我價值都會被影響。遠離唔係放棄，唔係失敗，唔係證明佢贏咗。遠離係你終於將用嚟忍受嘅能量收回嚟，用喺更有價值嘅地方。你只需要靜靜咁將自己帶走，就好似阿明咁樣。第四招，慈悲回向，願他覺醒。呢一招係四招之中最難，亦係最有力量嘅。好多人一聽到慈悲就皺眉頭，問佢咁對我，點解我要對佢慈悲？慈悲唔係叫你繼續忍受，唔係叫你繼續付出。慈悲係你喺一個安全嘅距離之外，理解佢嘅處境，同情佢嘅可悲。你知道佢活喺痛苦之中，你知道佢嘅業力會令佢受苦，你唔需要為佢受苦，但你亦唔需要繼續喺心裏面燃燒對佢嘅怨恨。怨恨對佢冇任何影響，但對你嚟講係一把燒緊你自己心嘅火。願佢放低妒忌、嗔恨、自私，願佢早日覺醒，離苦得樂。當你能夠真心咁生出呢個念頭，你會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輕鬆，好似放低咗一個孭咗好耐嘅重擔。呢四種智慧冇辦法一下子做到，亦唔需要同時做到。佢哋係一條路，你喺呢條路上每行一步，就離嗰段關係嘅傷痛遠一步，離自己近一步。第七章總結：被打壓嘅人往往係最有光嘅人。翻到最初嘅問題，有一種人，佢一邊用你，一邊踩你。而家你知道佢哋點解會咁做，你知道佢哋內心有啲咩，呢啲嘢最終會帶佢哋去邊度。你知道因果係點樣運作，你知道點樣徹底抽身。有一件事，我希望你由今日開始永遠記住：被打壓嘅人唔會因為嗰啲打壓而變得渺小，嗰啲打壓只係證明咗你擁有一種令佢哋感到威脅嘅光芒。冇人會諗起去按住一塊平凡嘅石頭，只有嗰啲看起來不該生長嘅嘢，先值得費力去壓制。佢哋壓你，證明你有佢哋冇嘅嘢。但你唔需要用呢種方式去證明自己，你需要嘅係將嗰份光芒拎返自己手裏，用喺屬於自己嘅地方，活出你自己嘅人生。老居士離開嘅時候，只留低咗一句話：諸法無常，因果不虛，靜心自度，彼岸自治。一切都在變，冇一段關係係永恆嘅。因果唔會騙人，每一粒種子都會結出佢應有嘅果。清淨自心係你唯一需要做嘅事，亦係你最能夠做到嘅事。渡河唔係等人拉你過去，而係你自己一步一步行過去。你經歷過嘅關係唔係用嚟留戀嘅，而係用嚟幫你找回自己嘅。如果呢篇文章有觸動到你，不妨喺留言區話我知，邊一部分講出咗你想講但講唔出嘅說話。
或者如果你知道有人正身處類似嘅關係入面，請將呢篇文章分享俾佢。有時候一句說話，一個故事，就係一個人最需要嘅光。俾呢篇文章一個讚好或者推薦，就係為自己種下一粒種子。願呢粒種子喺你心裏面生根發芽，開出清明與自在嘅果實。阿彌陀佛。